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線成員盧日新，於2019年響荃灣一個工廈單位內管有近1公斤嘅炸藥，經審訊後被判監禁12年。其後佢提出上訴，但遭上訴庭法官駁回申請。上訴庭法官潘敏琪指出，製造或管有炸藥嘅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，但製造、管有或控制任何爆炸品，意圖借以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，最高刑罰則為監禁20年。而盧日新承認管有爆炸品意圖藉以危害生命或財產罪時，已承認佢係有意圖危害生命以及損害財產，而且佢租用涉案單位，明知單位內藏有爆炸品，但仍然頻繁咁出入呢個單位，可以知道盧日新係積極嘅關鍵人物。潘敏琪法官認為，盧日新管有爆炸品意圖顛覆香港政府以及宣揚港獨，對公眾同警方造成嘅潛在風險，比1997年葉繼歡案更為嚴重，而且葉繼歡當年為搶劫而犯案，盧日新就係針對香港政府又為市民帶嚟恐懼，最終認為盧日新嘅上訴理由冇合理爭辯之處，所以駁回上訴申請。